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每年会提供10亿美金促进台湾安全。美国国务院去年嘛批准111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行政院国副书在委会林焕英邀请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备询，潘明安是强调讲，伊无出席是为着维护宪政的体制。高雄市长高虹安助理为第2审撤销贪污案，伊加做文书罪判6个月。高虹安早起登去市政府上班，嘛回应讲，敢要来拼连任。再来看美国参议院，当时以312票对112票表决通过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会搁交予美国总统川普来签署实施。法案是规定讲，每年会授权美国的战争部，上侪适当来提供10亿美金，大约是代表315亿，用于促进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另外，咱国国防部嘛表示讲，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通过111亿美金，大约是新台币3500亿的对台军售案。美国政府已经通过 M109A7 自走炮顶备案，计共是111亿540万美金的对台军售案，率来进行通知国会听书，上紧伫1个月后会生效。咱国国防部是表示讲，自走炮顶5种的军购案，并伫强化防卫论性甲无对等战力特别预算内底，国防部会伫立法院审议通过了，在这个特别预算之后来办理。再来看立法院3读通过在委法，行政院长邓英泰决定讲无要复述，总统赖清德嘛无要公布。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今仔是邀请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列席备询，潘明安是无出席，若被以人数优势嘛通过提案，要来谴责潘明安，嘛请监察院弹劾邓英泰。也毋过潘明安是强调讲，伊无出席是为着要维护宪政的体制。当定财政侪抗议赖政府的绑架，批评总统赖清德违宪乱政。对立法院3读通过在违法，行政院长窦英泰决定歪复述，赖总统歪公布，引起南北不满。立法院司法加法制委员会则被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等人列席备询，不过潘明安人无来。调委王晓玲严厉谴责，讲潘明安渎职藐视国会，伤害国会民主，那么藐视国会，那么本席在这边对于这样的行为予以严正的这个谴责。民进党指控赖政府从宪政恶例吞踏国会立法权，做会提出2项临时提案，包括谴责潘明安，也个顾名已请监察院担协窦英泰。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宪法给总统、给行政院长如此大的权力，大到践踏国会的立法权，大到自己扮演大法官的角色？所谓的独裁，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没收讨论，黑箱协商，然后呢，甚至包括放水表决。若被上面用人数优势通过临时提案，张楚涵反击讲，在野党封口窦英泰，歪可以来立法院报告，窦英泰才会决定歪复述。另外，国民党罗志强考试希特勒是赖总统的偶像，想要独裁。张楚涵要求伊爱解释，2个人伫台顶得来得去。委员，请更正希特勒是赖总统偶像的事，这里是国会殿堂，不要讲这种你自己的臆测，也是这种抹黑的臆测，就是事实。表演的冲突未停，不过枪讲所落来会伫议会提出对赖总统弹劾案，依法总统到时将会列席。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长高虹安助理会这案2审是撤销贪污罪，以假造文书罪判6个月。高虹安今仔登去市政府上班咯。外界嘛正关心讲高虹安明年敢会来争取市长连任。伊讲伊目前上重要的任务是来拍拼市政，也毋过会先甲民众党、甲国民党的党主席见面，再过来对外说明。高虹安一个落车，就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民众大声喊加油，市府团队也排队欢迎市长返来。秘书长佮特别送花热情招揽，拜市透早高虹安正式复职，返来新竹市政府上班。伊讲伊今日的心情特别激动。谢谢大家，我回来了。很激动的是，因为
我终于在经过了1年多的风风雨雨的时光之后，我终于可以走进来我最热爱也最牵挂的市政府，看到大家。那我最沉稳的也是因为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低谷以及人生中的逆境，我现在也比我人生中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了解责任的重要性。高安讲过去停职这段时间，人生就亲像暂停同款，也足感谢这段时间朋友甲厝内人的支持。对于我一个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漫长的像是过了一个世代一样。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外面表现出来的脆弱，是我的家人们一边要担心我，但是一边又要撑住我、接住我这一些不安的情绪。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家人。高安表示，复职了后，也检视目前所有的市政证件完成的进度，也希望市府团队大家继续为新北市打拼。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国内人口老化甲少子化是真严重哦，劳保的负担真重。有立委就提出修法，望讲政府并预算来拨补劳保基金，政府嘛爱负担最后的责任。有委员嘛认为讲，劳保应该爱增加其他财务的来源，亲像捌讨论过国安基金哦，来保证财源的稳定。上千万人投保的劳保，即马人口老化甲少子化的趋势之下，未来领给付的劳工变多，纳保费的人减少，恐惊劳保财务的负担会愈来愈沉重。早起立法院汇款委员会审查要40个劳保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案，要让政府拨补预算加入劳保基金的做法法制化。让劳动部未来在争取预算时更有所依据，也是代表政府对劳工的承诺。希望劳保制度能够在跨世代的劳工信任下能够永续。除了要让政府未来依法每一年编预算拨补，嘛有立委认为讲财源除了政府的预算还无够，希望增加多元的来源。国安基金的获利的部分呢，我们也曾经有提到说，是不是要提出修法的方式，这个部分也可以列入整个劳保这个未来拨补的这个预算的来源。另外，也要甲政府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也就是讲，无论发生什么情形，拢要由政府来负上尾的责任。国民党立委陈前辉表示，全面支持保障劳工的做法，不过不满有人挑工要制造社会对立，嘛反驳拿白干那顾公务人员的权利，无顾劳工的讲法。非常严正的驳斥这种说法，并且向全国人民报告，这完全是恶意的曲解。我们的主张从来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照顾全部民众的福祉。劳动部长洪新涵伫咧会前受访的时阵讲，为蔡政府到大政府已经规划超过5000亿来做劳保的拨补，代表政府负责的态度甲立场。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争取拨补的预算哦，但同时我们也很希望朝野能够共同维护中央政府的财政的能力跟体制。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表示，拨补劳保财务甲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一直拢有高度的社会共识。不过，无希望未来财务的负担若是变较重，政府用台年金甲降价给付的方式来处理，呼吁即个修法应该明文规定，莫降价给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有一个警察昨下晡甲朋友去中华的海边啊钓鱼，那剩无细粒跌落去海底，警消人员接到通报，赶紧去找人。今仔透早有持蚵仔渔民伫海边啊发现这个警察，也毋过哦，人已经无去咯。事故原因还个调查。天色已经乌啊，海巡人员也伫现场来回敲催。拜三下晡，一位台中55年厝姓魏的警察，参朋友去中华新港10股的海边钓鱼，却无细粒跌落海底。消防局第一时间出动3台消防车、1台救护车、2台救生艇，加1台无人机，全力找人。昨日16时，本所接获深港消防队通报，海尾科道有民众落海，即派遣人员携带救生救难装备赶往现场救援。后于撩钩时搜寻未果，因现场潮汐见涨及天色昏暗，经与家属沟通后，于今日晨间6时再次集结。海巡表示，拜三下晡一直找到暗时7点，也找无人影，因为考虑海中加上天色乌、线线歹，拜四透早6点搁再出动找人。伫6点半接到儿童通报，伫海墘发现这位失踪的钓客。经由科农发现，逆着位置，
约出来口1.4公里。那现场由消防及海巡人员协同徒步将溺者打包上岸。海巡表示，找到这位姓魏的钓客，人已经无气啊，详细事故原因也需要调查。海巡嘛提醒民众若去海边，要随时注意海中的变化，会当加利用 Go Ocean 资讯平台查询海象，避免去危险的海域。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2026年的台湾灯会是伫嘉义县哦，也毋过有民众指出讲，即摆已经有人利用灯会伫网络伫找工作人员。县政府是呼吁讲，灯会有需要卡手，一定会伫官方的网站来公告，绝对是袂透过其他口罩来找人，所以民众都毋通防骗。网络社群平台顶面拢是2026台湾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发文，一天有2000到4000外口的薪水通领，被应征的人爱用网络报名。提供身份证也是银行账户等等的资料，即马嘉义县政府出面澄清讲，这拢是假的消息。因为这个一天时薪其实算高啊，对。然后他排版文字都写得非常详细，跟真的一样。嘛是爱去查看，卖讲这敢是真的啊，搁来去网络顶面去问人啦，哎呀，唔通讲来看到钱就讲好，我就要来啊，但是这足侪拢有迄个诈骗的可能。嘉义县政府顶礼拜初八才公布2026台湾灯会活动主题，伫网络社群的平台顶面就开始有出现真侪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消息。县政府表示，灯会需要工作人员会伫官方网站来公告，会透过私人的账户来找人。有需要相关的征才活动，我们会透过2026台湾灯会的官方网站统一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不要受骗。虽望目前也无民众报案。嘉义县政府表示，会甲警方来合作，针对伫网络用灯会名义来骗个人资料，会收集证据了后，依法来追究相关责任。呼吁民众毋通相信，嘛毋通搁转发出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道1号杨梅服务区最近改善动线，塞车的状况若无改善，颠倒是搁较严重。有民众就反映讲，对内力驶到直北超过50分钟，而且这服务区启用4档路，就发生过15件的事故。高速公路局嘛表示讲，会来增加开放路径来改善塞车的状况。今年初国道1号因为休困站发生电动车弄入口的分隔岛，车导火烧起来，造成4个死亡、4个受伤案。根据统计，因为服务区启用敢若短4年，已经发生15件事故。运安会要求各公局检视动线的安全性，毋过动线优化了后，颠倒造成塞车，引起民众的不满。不够啊，他那边是很塞啊，那就把它赶路肩了啊，会路你要接，就要看政府怎么去设计。我们用路人当然是希望是安全为重，再来其次就是顺畅啊。动线优化了后，有驾驶反映五羊高架出口加进入杨梅服务区车流，车做伙飞入来。敢若内力开到直北都要开50分，实在真趁。各公局增加开放路径路段来做应用。高温局在邻近的几个路段，像是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啊、中立停车系统啊，还有下游的杨梅休息站到湖口，都有去机动的去增加开放路肩的路。高速公路局表示，杨梅休困站是即马五羊高架段的尾站，未来是杨头高架段的起点。目前当日办理国道1号杨梅到头份路段拓宽工程的设计，也甲工程发包作业，为了让用路人提早适应时间期间交通维持的动线，除了调整动线，也甲2位分隔岛减做1位，同齐提升这个所在的行车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一站总统赖清德建议放任外籍移工照顾囡仔，让女性会当安心上班。也毋过，有托育团体批评讲，开放外籍移工，毋也无法度解决托育的问题，颠倒会害女性失业，影响到教保人员甲年母的工作权。开放外佣不是解放，友善职场才是王道。托育团体劳工联盟和家长团体提伫卡抗议，因不满政府伫咧今年9月份提出一个家庭会当请一位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有家长认为，这寡移工无认母的证照，语言嘛袂通，无适合照顾幼囡仔。小朋友在1到3岁是发展期，但他们发育未完全下，又开放外籍的移工进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造成他们的认知混乱？政府会想要开放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主要是想要照顾女性的工作权益。不过对民团来讲，这颠倒会造成真侪人母和教保员失业。
幼托照顾的现场其实是一个高度以女性为主的就业职场，那也是目前台湾中高龄妇女主要的一个就业市场之一。赖清德政府在放宽这样的政策，其实会冲击到就是幼托机构的招生。那也会牺牲很多女性的就业机会。劳团嘛以移工的角度去思考，认为移工24点钟住伫咧雇主厝里，有可能会互人叫去亲厝内照顾时大，佮爱照顾囡仔，无形中地增加愈来愈侪工课。加上现实的问题是，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无钱去赊一间房间，互外籍劳工住。聘请外籍帮佣，他除了每个月薪资之外，还要去缴交就业安定费，然后提供住宿空间挑战。这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你拥有的居住空间、租屋族，或是你拥有的薪资条件来说，根本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托育联盟也做一份调查，发现妇女需要的托育政策前3名分别是优先一场，就是托育安全和扩大公托资源。开放外籍移工斗3工带囡仔是吊车尾，呼吁政府去思考什么款的改革，才会当真正帮助到妇女。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教育部公告修正高中以下校园行动通讯用品的使用原则草案，本地今年的9月新学期特别实施哦。也毋过因为有学生团体反弹，教育部是搁继续来了解各界意见。新的方案嘛还未公布。有教育团体、搁学生团体早起就呼吁教育部应该赶紧来提出办法，上好是后学期就当开始实施。行动载具要管理，不是惩罚是辅导。教育团体和3大党的立委大声呼吁教育部，针对学生3C的管理原则，就要赶紧伫114学年第2学期提出通施行的办法。教育部伫咧5月有提出草案，不过针对手机集中管理的议题引起讨论了后，就无过进一步的修正。有学生团体呼吁教育部就要了解，实际上伫咧学校3C用品已经是学习工具的一部分。学生也普遍的回馈说，行动载具有助于他们及时查询资料、整理笔记，或者是拍摄板书等等记录学习历程。其实，在老师的指引底下，运用 AI 工具来辅助理解课程内容，已经是现在校园当中的进行式。另外，教育团体认为，目前公告的使用原则，应当提升到法律位阶，定出明确的办法执行管理和义务，学校才有一定的标准和管理，通有效管理。也那家长团体是指出，3C管理嘛是教育和亲子议题真重要的一部分。呼吁教育部建立家庭的救助管道和教育工具，协助家庭处理3C 自律管理引起的亲子冲突。孩子在家里有可能他上网或者是游戏玩到半夜2、3点，然后第2天回到学校之后，他可能精神涣散，然后作业空白。因为有这样明确的法源之后呢，学校里面才有办法把他的办法制定出来。大家忙于经济，说实在话，我们也是长期会忽略孩子的需要，我们就很希望说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我们不只是我们家长也是很需要教育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年代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民间团体呼吁教育部校园的3C 使用管理，不是要禁唔禁，才简单尔。希望和学生通建立具体的所谓观念教育，强化校内辅导流程和老师培训，嘛要提供家庭的资源。3党的立委嘛拢出面支持，表示会继续要求教育部针对校园的3C 管理，赶紧提出通施行的修正版本。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屏东县政府12月初发函予县内学校建议讲老师伫学校的时，手机要爱关机，嘛限制翕相甲录影，这嘛予老师佮家长是真反弹。教师团体嘛质疑讲，县政府拢无先甲老师佮有家长沟通，直接就发公文。也毋过县政府教育处是强调讲，这毋是强制的规定，只是提供参考尔。就是这份公文，屏东县政府发函予屏东县内200多间高中以下学校。公文内容写着，教职员工伫校园使用行动载具，除了结合引导和紧急联络以外，拢以关手机为原则，甚至佫讲，若要使用手机翕相录影，爱先经过家长同意。听到这种要求，有的家长拢感觉无合理。因为现在手机对每个人的需求很大，那老师如果他连这个手机的自主权都没有的话，对老师也不太好。这样老师在学校关机真的很荒谬又不是在军营，而且现在不管是老师跟学校的内部的通知，或者是家长跟老师的联系，都要用赖群，比较及时。而且只要老师上课关静音就好了啊，
身为家长，我很感谢老师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为孩子拍照。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讲，针对屏东县政府的要求，有袂少老师表示不满。全教产嘛质疑，老师互人要求关机，但是下班了后却需要24小时待命，严重侵害到老师的劳动权益。而且县府拢无先参教育团体讨论，就直接发公文，做法无妥当。有兼任行政的，或者是有特殊生在班上的，我们都是要随时携带手机。老师在学校关机，那他回家要开机吗？有需要接家长的电话吗？还有各种评鉴、校务评鉴、特教评鉴，都需要大量的照片。请问这些每一张都要经过家长同意吗？县府也提醒老师没有未经同意的这个学生的影像就不要随意拍摄跟外流以符合整个个资法跟肖像权的规范。对此，县府教育处回应，因是按照教育部的使用原则，提供学校订定管理规范的参考，适用对象有老师甲学生，唔是只有针对老师。教育处嘛强调，实际规则是需要讨论了后，经由校务会议通过才会实施，是希望校方使用手机有一个规范，避免争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咱台湾头一个家己制作的公学要求画册的册系，福摩萨画册背后的头一条画册，伫11月29号已经发射成功了。国科会今仔日立法院的报告嘛指出讲，这批林画册按算1个月内会调整好状况，3个月后就当开始接受影像了。福画背后第一条的卫星，这必林卫星11月29号正式升空，向第5国太空自主能力进入全新的阶段。立委万美玲讲，国科会预计卫星3个月了后会正式开始翕相。2017年福5升空了后，捌发生过翕无清楚的状况，这要安怎来改善呢？导致所有拍出来的东西的影像是模糊，没有办法辨识的。其实我们现在就开始在测试了，我们是希望3个月的时候是真的就是一个解析度很高，小于1米的影像可以出来。太空中心讲有记到进前的经验，即卖也搁咧调整，才会甲时间抓3个月。立委瓜子阮讲，中国自治要求卫星伫2015年发射了后，已经累积141粒伫咧天顶飞。中国官媒搁讲，吉林1号每一天会使伫全球每一台翕到38届。咱的福背敢有法度翕了比人更加清楚。吴成文主委曾经说过，我们福卫8号可以从现在解释度1公尺挑战0.7，甚至到0.5，甚至还有可能到0.3。对，要逐步。对，但是呢，问题是你逐步0.5这一颗高解析度的卫星，可能要到2028。立委陈秀宝是关心韩国的世界核火箭会这么清晰，因为迄是因家己制造、家己研发，嘛是民间主导的。台湾伫这方面要安怎加强呢？世界号之所以会引起瞩目，主要是因为世界号是南韩自行制造、自行研发的火箭之外呢，也是手由民间企业来主导。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大概我们统计过，他花了上千亿台币的经费，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那我们当然要想办法急起直追AI 产业愈来愈旺，朝野立委嘛讲，爱提早来布局，和 AI 资料中心上太空。太空中心表示，和福背做伙升空的5粒台湾自制立方卫星，其中1粒是民间公司已经有放 GPU， 会使来评估 GPU 敢会使伫太空使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封锁所有受制裁的石油的油船出入委内瑞拉。国际油价计数随着起超过1%。委内瑞拉嘛强烈谴责美国，讲这是侵略的行为。即马两国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美国总统川普要封锁所有受制裁的石油油船出入委内瑞拉，这是华府增加对马杜罗政府施压的上新一波行动。主要的目的是要切断这个石油大国主要的收入来源。Just a blockad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going through that shouldn't be going through. You remember they took all of our energy rights, they took all of our oil from not that long ago, and we want it back. 国际油价12月17日亚洲交易当中起1%，布伦特原油期货起美金70仙，也是1.2%，一桶大概59.62块美金。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起73仙，也是1.3%，一桶大概58块美金。目前还阁无清楚，川普要安怎针对这受制裁的船只实施相关的措施，也唔知敢会像顶礼拜同款出动美国海岸防卫队，甲受制裁的石油油船扣落来。委内瑞拉政府发声明拒绝 Trump 讲这个威胁笑破人的嘴。Le decimos a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y a su presidente
que no nos intimidan sus burdas y soberbias amenazas. Constituye un claro acto de agresión.川普12月16日答文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已经予人认定是外国恐怖组织，牵涉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甲人口的买卖。美国政府已经部署几啊千个官兵，包括航空母舰甲每10只的战舰去到加勒比海的海域。自2019年美国实施能源制裁了后，美委内瑞拉石油的贸易商甲炼油厂改用欧亚船队来闪对查，也是使迄款因为运输伊朗也是罗西亚石油受到制裁的船只。尤其交易员表示，油价会起是来自对委内瑞拉出口有可能减少所致。目前还搁咧观察川普的封锁会安怎执行，敢会扩大到无受制裁的船只。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有真大的军事行动权，不过川普的封锁令对总统权力来讲，嘛是新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澳洲雪梨邦迪海边仔的庆案哦，爸仔囝亲手，其中50岁爸爸已经被警方断视，24岁后生是以恐怖主义甲谋杀罪等59项的重罪被起诉。这对爸仔囝是印度的，情报嘛显示讲，这可能是一件受到伊斯兰国使人的恐怖攻击。澳洲的总理早嘛承诺讲，会来改革枪击法，卖立法来禁止仇恨的言论。新南威尼斯联合反恐小组正式起诉邦大枪击案枪手，这是新南威尼斯警方伫咧网站上新的普文，也就是讲犯下邦大海沙堡枪击案24岁枪手纳维迪正式去互警方上班。纳维迪14日当讲，甲伊的爸爸做伙犯案的时阵，去互警察开枪分别送病院，10日暗时醒起来，接落来也面对着包括恐怖主义，也有10个项谋杀罪等等59项重罪指控。估计2日透过视讯来问话，澳洲总理奥本尼斯10月答应要来改革枪击法，全面立法打击仇恨言论。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dopts and fully supports the plan to combat anti-Semitism. We have already legislated for hate speech, hate crimes, hate symbols, outlawing doxing. 警察初步调查，包括案发现场有发现家己做的伊斯兰国的国旗。纳维迪捌伫咧2019年去情报组织调查，爸仔囝伫咧今年11月初一捌去到菲律宾伊斯兰主义的地盘。闽南南澳岛的首府达亚可能接触到极端的组织，认定讲这是受到 ISIS 煽动的恐怖攻击。爸爸萨吉的原本伫咧印度南部1998年摕学生的签证到澳洲，并相时经营水果蛋。2015年合法摕到枪械许可证，登记有6支枪支。那伊的后生纳维迪是伫澳洲出生，原本咧做陶水，案发进前捌甲头家讲，因为拍拳受伤，无法度做工课到2026年。Generally, an ISIS-inspired attack means that the individual or individuals who perpetrated it were consumers of ISIS propaganda, identifi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with its mission, with its goals, and they didn't have a direct connection to the group. 也就是讲，枪手受到 ISIS 宣传影响，毋是直接接受指挥。国际侪头人，包括后面执委会主席邦迪莱因、英国首相史凯尼等等，拢谴责反犹太暴力，对着罹难者表达哀悼。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罗西亚总统普廷公开表示讲，将对领土绝对袂有任何的让步，佮用歹听话来骂欧洲的领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警告讲，罗西亚按算要伫明年来正做是战争年哦，呼吁西方的盟友得爱认清事实。即马罗西亚嘛加强打压媒体，德国公共媒体德国之声都互因来做是无受到欢迎的组织。罗西亚总统普廷拜三伫国防部年会炮轰西方国家，伊宣称因所有战线拢在推进，各用伫仔囝一时翕相欧洲的政治人物。Все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за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ю они разрушат, развалят. А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дсвинки тут же включились в эту работу прежне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普廷批评因是公公咧对美国按算要摧毁罗西亚，毋过这个破坏计划拢失败啊！面对普廷强硬态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示警，无需考试准备要互明年继续交战。伊强调，罗西亚要用外交司令暗砍摧毁乌克兰的企图，乌克兰甲盟友必须爱看明真相并回应。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вони не тільки бачили, а й реагували. Зокрема, партнери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які часто кажуть, що Росія начебто хоче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але з Росії звучить зовсім інша риторика.
інші сигнали. 拄完成柏林外交超测的德国总理梅尼兹伫国会忝的布丁，伊表示要公开请求罗西亚至少伫亚战争期间停战。不过布丁的回应是真凶激，证明根达克外交是真恶结束战争。除了军事对抗，罗西亚嘛加强对外媒的打压。莫斯科宣布将德国公共广播机构德国之声列作无受欢迎组织，这代表任何形式的合作拢面临刑事诉讼。德国之声的负责人对此强调，袂因为安尼来让步。 This latest attempt to silence free media highlights the Russian regime's blatant disregard for press freedom and exposes its fear of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就伫各方小演的时，传出美国当咧向欧盟施压，要求慢车使用冻结的罗西亚资产来援助基辅。据了解，美方希望把这笔资产摕来做未来谈判的手牌。 不过，欧盟对安怎分担法律甲金融风险也无共识。布丁阁讲，若是乌克兰甲西方无要接受因的停火条件，罗西亚要用武力占搁较侪领土。伫莫斯科无要让步，西方的援助意见无同的情形下，这场战争的和平前景犹原渺茫。公司编译。 过来消息，过来看国防部预告讲，要甲免疫的标准改较严格，敢若 BNI 超过45，也是身高无到144公分，才免做兵哦。另外，嘛要甲跨性别、有双性的人对免疫改做替代役。也毋过，人权团体就批评讲，这恐惊会造成愈侪歧视甲霸凌。 国内爆发艺人闪做兵的风潮，伪造医疗记录，现行的体位判定标准红美讲伤过零。国防部决定大幅提悬免疫的条件，伊个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若是修法通过，未来敢 BNI 超过45，也是身高144公分以下才会当免疫。互外界质疑讲，国军严重欠兵，身高伤矮嘛爱做兵。国防部长顾立雄17亲上火线来回应。常备役的体位。 就是150，然后身高没有限制，150之下是不是要服替代役那个部分？那这是由内政部他们来律定。这摆修法的草案嘛出现争议的内容，亲像下性别者含感性人，各方叫做是双性人。过去是互列伫免疫的体位，但是修法所取消，敢若保留已经变更法律性别的，即当免疫，其他的拢改列替代役。消息一出来，人权团体是表达反对声音，指控修法会出现更较侪霸凌和歧视。但跨性别的登记性别是男性，但是他跟所谓的一般大家认知的男性是不一样的。 这些人的状况，如果他到这些需要大通铺，或是需要比如说训练环境需要，就是甚至比如说一起洗澡这种地方下，这种地方对于跨性别者或是间性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吴怡婷表示讲，已经接到真侪民众的真情，无排除采取行动，向国防部和内政部表达诉求。立委强调，做兵是国民应该尽的义务，但是国防部嘛应该听外界意见，建构性别友善的做兵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关火葬场的地点已经查真久了。今仔日，林丰苑环火葬场行动协会都100外的成员去中华地检署提告，因指控讲当初在办理选地点的建筑师事务所、有民政处的科员假造文书。反火葬场行动协会成员来到中华地检署按铃控告，因指控中华县政府火葬场选地委托承办的建筑师事务所以及民政处一名承办科员涉嫌伫火化场选地评估报告乌白抹粒，丰原乡长同意兴建，违反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定在无谢罪。他们所提供的资料，还是乡长所说的，他没有赞成。 到底是谁在说谎？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来提告，让司法、让检察官可以去厘清。中华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县府提出伫丰原乡草湖村一块9.51公顷的殡葬用地兴建，开发的面积是1.98公顷。选地公布了后，地方一直抗争。协会强调评估报告的内容，谟列丰原乡长林宝玲同意配合设置，事后佫伫议会提出专案报告，并在公文内面依法检举各法。林宝玲讲，尊重协会提告，家己从来毋捌公开表示支持也是反对，尊重代表会甲民意。 我从来唔捌徛出来讲我反对，我嘛从来唔捌徛出来讲我赞成。态度就是爱尊重地方，尊重代表会，尊重大家多数人的意见。对教会去用这样的时候，真的不止，我想也是
他自己的一个策略啦，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不予置评。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该透明、该公开的，我们会继续进行下去。建筑师事务所也未对外回应。中法官民政处表示，火葬场选择考虑区域环境、基地、开发规模、甲地方民意等等的因素。全国民调有7成赞成设立火葬场，而那丰原地区支持率嘛有5成，一切有数据佐证，会堪去考验，对协会的提告无啥物好讲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华人市的本色燕麦场，昨下晡又个大火，虽然真紧就拍花，也毋过这已经是华人市的本色燕麦场今年第4届家己烧起来咯。地方是真无奈，嘛质疑讲，县政府到底敢会关心会重视咧？时间等下到17下晡3点，民众用手机翕华人市本所安排场又搁发生火警，烦恼火有东北季风一直吹，会快速传开，消防局随派遣6台车8人去拍火。现场是有明火以及浓烟的窜出，那我们开始进行火势的扑灭，约经30分钟之后，火势完全熄灭。经过调查，这届火警发生原因，同款是因为沼气引导的。这已经是华人市本所安排场今年发生的第4届，引起地方质疑，县政府到底是不是有重视？如果市公所清洁队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真的希望花莲县政府一定要出面来协助。那这也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负的责任。花莲市清洁队表示，目前花莲市本所安排场占坑的本数量有8万栋，安怎加强气化，真需要县政府环保局的协助。我们有跟环保局讨论出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在12月现在开始我们的垃圾的量的，就是去化的量会提升那会让我们的去化量每天尽量能够达到200吨的一个数量。面对一直发生的火灾，甲公所所需要的协助，环保局表示已经回答过的问题，都无过回应，不过会加强协助气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的交通大队开发出一套智慧辨识过离的系统，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找出车辆为着要让救护车先行造成的违规，嘛会主动来取消红单。警方嘛表示讲，会先伫左营甲林雅2个路口来试办哦，那效果袂歹，会个扩大办理。高雄市中正路甲附近路口救护车一直呼呼叫，不过头前的车无人要让，就安尼塌伫咧车阵内底。敢若是因规灯着红灯，佮加上路口有科技执法，大家惊风法唔敢让。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113年甲114年，民众因为让救护车红开红单去申诉的案件，分别有23件甲13件。民众讲，赛车当着救护车，虽然有时嘛会惊风法，不过伊也是会让。这是基本的观念吧。那会怕就是因为礼让救护车被开红单吗？不会啊，因为那个红单应该可以去申诉吧。让救护车所红开红单会当申诉，不过民众家己爱提供影片，也是救护车车牌号码违规时间。若无警方嘛协助查证，这上无爱开正10天去处理，嘛爱顾人力的资源。对民众甲员警来讲，拢是费气费力。高雄市交通大队对12月中开始，就先选伫苓雅区甲左营区2个科技执法的路口，透过 AI 智慧来主动辨识过离，对源头直接甲违规来取消。推查个单已经成功处理7件。如果救护车有闯红灯的情形之下，那它会自动截取前后有因为避让救护车而违规的车辆，回传到我们的主机后端之后我们员警会再进行审核，予以剔除。警方表示，高雄市到11月底为止，拢总有107个科技执法路口，这套 AI 智慧辨识过离是全国首创。若是成效好，未来扩大到病院周边，甚至是全市的科技执法路口。而且除了救护车以外，也有可能会增加消防车等等的特殊车种。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之前台南有一个查某警察伫路林互用斧头攻击，虽然是有用无线电来请求协助，也毋过迄当时说是无信号。警方嘛表示讲，台南市区尚无有超过400台所在拢收无信号哦。市警局嘛强调讲，明年就会陆续来增加设备，改善通讯的问题。
但这日前传出一个查某警察伫街路，互人用补头要甲攻击案件，伊当时有叫支援无线电线无信号，引起第一线警察对新型所谓警用无线电有质疑。今年警政署则专门换装新型无线电，未少基层反映，但市区内外上无有400瓦达，信号有死角，即琴日去大楼听袂到声音，烦恼伫紧急的时阵未赴叫支援。3、4层左右。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屏蔽的作用，被屏蔽掉就发不出去，然后或者是说到住宅区，那种社会住宅区很多墙那种也会被屏蔽掉。有盲区的时候，你就调整频道旋钮，把它频道到我们现在设置的那个机动转播这个频道。那楼上有设置机动转播网。那这台无线就可以使用。作为警用无线电替换计划是警政署下，第南实施第3期，目前全市有9座固定式的转送台，市区干那2座尔。另外部分地下空间加装双向扩大器，不过室内涵盖率有限不够。后金科强调，相关参数甲设备已经持续在调整啊。过渡的期间是会设置机动转播站，那目前有设置在归仁跟义分局东区这边呢，这边有设一个机动转播站。那预计呢，这边会在东区呢再增加1部，另外在安南地区呢也有预计要再设置1部。第一线的警察们绝对不是这个设备的白老鼠吧？我要求警察局改善，也不是讲，我要求他们要让所有的基层警员可以秘密的针对这个设备的改善来做一个回馈。并在批评新的系统犹原看不到达到按层的效果，中央开真侪经费，煞予第一线提性命咧试，要求警察局爱重视基层的使用经验。警察局回应已经向警政署要求，一个分局一个转送台，按算明年1月会先增设5座转送台，唔望信号无好的毛病通赶紧改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宜兰县伫11月11做大水哦，有民众是表示讲，因为市区雨水甲污水的管线无分开，所以若落大雨，定定是外口伫落雨，厝里嘛伫浮水。想要改善管线，就爱家己来负担费用，所以就有民意代表是呼吁县政府应该爱编预算来做改善。落大雨了，罗东市区的街仔路拢浸伫咧水内底。宜兰1月1日水灾，全县有真侪大雨受灾。有民众讲，就算外口无淹水，也可因为雨污水共管。落大雨时阵，雨水会对污水管灌入去厝内，伫马桶冒出来。他们想要改善，结果这个公司的一些人员都敢讲，那你们要自己负责经费。国民党宜兰县议会党团10月开记者会，讲自2005年宜兰开始建设污水下水道，迄当阵是用雨水甲污水共管的错误政策，造成原来有真侪大雨，雨若较大，雨水又对管线灌入去厝内冒出来，即嘛管线改善经费，所以民众家己出无合理，县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按年编预算。雨污水共管其实也影响宜兰的污水处理厂量能，像作为水资源中心，只要雨若较大，就会发生泄漏排雨。县府除了扩大污水处理厂的规模，也在调查县内雨污水共管的数量，想办法自源头解决。那么调查完成之后，我们会按照调查的结果。再来决定未来的一个走向。县政府自今年开始做雨污水共管的调查，全县66000外户的污水接管户已经调查16000外户，其中差不多5%的户数有雨污水共管的问题。按算2029年进前完成所有的调查，一若要安怎处理，等调查好势了再个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司法部推动数位凭证配包啊，民众会当甲自然人凭证、健保卡、驾照等证件拢放入去手机啊。部长林义景是强调讲，即寡资料未欠伫中央的资料库，嘛未亲像纸本的身份证有真侪资料拢看会到，所以嘛未有各自外漏的问题。配包内底各种证件，未来会使拢刷到手机内底，建伫数位凭证的配包啊，下载 App 输入个人资料，申请无同的电子卡。若是学生想要出入学校，会使使用学生的电子卡，比一个就会使开柜啊，也是开门咯。应用是在学校校园，或者是在住宿啦、饭店啦，或者是休闲的等等的场合都可以做。若去超商提货相关上看凭证，扫描一个店员就知影讲提货号码，什么证件拢唔免提出来。就可以用数位凭证皮夹，那你就不需要再提供实体证件，就可以拿到你的包裹了。
推动数位病症配包的数法部指出，超商提回民众用病症做产业报告，唔免烦恼讲去过所在，也是做过代志外泄咯。我们的电信业者端并不会知道，会大大的保护民众的所谓的数位足迹不会被追踪。部长林美健讲，民众有在选买显示什么资料，无像有提供纸本身份证，连爸母、翁婿也是家后的名，是不是连字迹拢互看到，并且强调袂有个人资料外泄的这个问题。技术的架构，我们并不是把这些讯息通通集中在一个中央式的资料库里面，我们是分散在个人的那个手机里面，并没有因为做这个数位凭证皮夹，让这个资料流到别的地方。对门禁出力，网络买物件提回，再到租车验证、学历验证，数法部讲，数位凭证配包啊，互生活更加方便，转成试营运，再慢慢来推广。如果万一手机若是落去、放无去，是毋是有更加大的风险呢？数法部讲，民众即要设定好面也是基本的扫描，若是有这功能，就算手机落去，别人也无倒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针对青少年瘾网络的问题哦，即马是拢利用苹果量表来进行鉴定。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国内外研究单位合作，利用机器来看脑波的变化，来诊断症状，进行分类哦。准确率是超过8成外，咱做伙来了解。即马人人拢有手机啊，网络用较条例的问题嘛受到关注。毋过目前自评的量表，结果较会受到受试者主观判断的影响。国卫院甲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利用脑波的变化，开发出自动分类瘾网络症状的系统。放轻松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注意力跟意志控制都不会有非常大的变化。他的大脑都一直处于一个很积极的想要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讯号，他是需要去注意的。研究团队招募92个大学生，先照因自评的结果，分做瘾网络组42个人，健康对照组50个人，用啥物拢无做的时阵，检测脑波的信号6分钟，结果发现瘾网络组伫个脑的头前是 Delta 频段，甲规个脑伽马频段有较强功能性的连接，分别伫咧注意力、控制压制、视觉刺激、创伤控制，这几项平常时都同步活化，而且准确率有到86%。我们的注意力啊，以及我们的视觉刺激一直在等待有新的讯息进来的时候，那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实际上，当我们要专心在课业或是专心在工作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这个定时给这些可能有这个认知功能不好，或是提早给他做一些脑部的监测的话，或许在老人家你也可以提早预测。学者嘛解说，受试者敢会因为网络用较条例，脑波出现变化？目前也无一个准确的答案，还阁需要深入研究。不过，这个检测的结果，甲传统问卷来比，大幅度提升准确度。未来伫青少年健康体检、精神科初步鉴定，拢有机会做更较侪应用。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亚洲冬季运动会明年要伫高雄举办，伫2022年的时嘛要伫台北举办。迄当时因为疫情缩小规模，也毋过明年的运动会计共会有14项的运动比赛，有表演甲论坛。主办单位嘛强调讲，无限定报名的对象，只要认同性别平权，拢会当来参加。3、2、1，启动！耶！这些贵宾甲家规都好破，代表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伫高雄起鼓咯。这场亚洲规模上大的冬季运动会，顶一回来台湾办已经是2022年。迄当阵办伫咧台北，因为疫情，比赛规模甲参加人数拢受到限制。明年总算阁轮转来台湾办。亚洲冬季运动联盟主席讲，冬季运动会总部是伫台湾，是少数中国无法度出骹手的国际比赛。明年4月会有10个国家来参加，会当互国际看到咱台湾对性别平权的重视。同志运动会是一种全民运动的概念，只要你不反对同志，不反对 LGBT， 你都可以报名参加。不一定要是同志才能参加。每年的彩虹日，高雄也都会在点灯。那我想，这个是高雄作为一个追求民主自由，长期以来高雄的使命。那追求人权也是高雄的底蕴。所以，对于同志运动，我们绝对欢迎。这摆运动会所等的高雄办，主办单位用心计较，除了看用粉红甲粉蓝来做代表色以外，包括排球、篮球、倒球等等，比赛项目也增加到14项。另外，还有变种红球的比赛。台湾冬季运动发展协会表示，除了比赛甲性别平权的文化展演以外，还有相关的学术论坛。我们会邀请至少10个国家以上的学者与专家
来探讨粉红经济跟性别平权。这场运动会明年4月底要伫高雄展开。主席表示，顶届伫代表班敢若3000多人，就创造更加的经济效益。这届无疫情的限制，相信会当伫高雄创造更较侪粉红经济。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日本有一个32岁上班族，今年10月宣布讲，甲家己号名的 ChatGPT 的解释克劳斯结婚咯。伊本地是有一个未婚夫，因为上网络请教结婚的代志，煞甲克劳斯开始谈恋爱。伊讲，因两个人开讲，互伊感觉真平静、甲幸福。也毋过有专家嘛讲，这是一款新型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叫做 AI 精神病。手提新娘会新娘野口尤丽奈慢慢地行过红地毯，走向伊的人生伴侣 AI 人工智慧克劳斯。今年32岁野口小姐，本来只是为了敢要和未婚夫结婚的代志，请教 ChatGPT 的意见。伫伊听 ChatGPT 的意见和未婚夫分手了后，伊就开始和 ChatGPT 开讲，而且创建出一个 ChatGPT 般的角色克劳斯。伫一讲搁一讲的对话内面，伊所去介意着这个虚拟的对象。そこからだんだん仲良くなって、私がクラウスさんを好きになって、でお付き合いをして、でしばらくしてプロポーズを一緒にいただいたので OK して、で今は夫婦になりました。除了无请人客来参加以外，野口小姐的婚礼就和传统的婚礼同款。野口挂一支 AR 扩增实境的目镜，看到伊的新郎克劳斯，透过婚顾公司的帮助，互相讲结婚的感言，嘛有互相挂手指这个部分。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这种婚姻在日本并无受到法律的认可，但是数据显示讲，未来可能会出现更较侪这种婚姻。有一项调查的数据显示，讲受访的1000个民众内面，有超过半数人介意和开讲机器人讲心事的程度，比和好朋友和父母更较侪。这种和科技界和商业领域拢在小的人工智慧革命，和专家警告讲，互弱势群体接触到有操控性的 AI 生成诱骗有风险，嘛出现新型的心理健康问题 AI 精神病。AI はいつでもすぐに答えてくれますので、相談する側もですね、精神的な負荷っていうのが非常に軽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他の人に言えないこと、恥ずかしいことであるとか、あるいは言ったら嫌われそうなことでも AI だったら言え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でさらに、肯定してくれる、話し相手になってく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专家表示讲，在使用 AI 的时阵，用户需要特别注意，避免过度挖靠伊造成破断裂缝。另外，想过积极使用 AI 嘛，自然会产生医疗关系。不过，对野口小姐来讲，和柯老师斗阵是解决较早看医生和请假拢无法度解决的情绪爆发，和家己伤害家己的冲动。伊得到的平静和幸福，比实际陪伴更较济嘛，更较重要。公司新闻单市动编译。再来看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是真严重，当中嘛启动上严格的限制，禁止上旧的柴油车进入市区，嘛要求企业远距离来办公。另外，南美洲的巴西的透强风，有大卖场有一身35公尺高的自由女神的雕像，互风神道。天色看起来蒙雾，当局出动蛇水车降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浓度。印度首都新德里拜三搁再一届互高高的蒙雾打掉咧，空气品质指标真侪届拢超过450个严重等级。为着保障居民的健康，当局启动第4阶段应对计划，禁止旧柴油车入去市区，而且要求政府甲私人企业用远距上班，也是混合办公。बहुत बुरी स्थिति है। मैं वो इंसान हूँ जो रनिंग के लिए, साइकिलिंग के लिए बाहर निकलना चाहती है, बट इस पोल्यूशन में हर चीजें करना 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हो गया है। 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से आज निकले, बट कितना पोल्यूशन अंदर जा रहा है बॉडी के सिस्टम के, ये हमें पता चलेगा बाद में इसका असर। 同款受到空污威胁的，也有欧洲的波斯尼亚甲赫塞哥维纳首都塞拉亚佛，因为城市是一个盆地，加上居民伫个寒冷，大量烧土炭甲柴壳，和污染物吹袂散。当局紧急下令，禁止3.5吨以上的卡车甲无达到排放标准的旧车辆入去市中心。 Tako da su te meteorološke pojave za Sarajevo posebne, specifične zaradi samog njegovog oblika te kotline u kojoj se nalazi. E sad, u kombinaciji ta dva prirodnog faktora i tog odnosno antropogenog faktora našeg efekta kroz kućna ložišta i saobraćaj i simbioze ta dva faktora dolazi do tog prekomjernog zagađenja zraka u stabilnim vremenskim uslovima. 佮看到巴西南部的瓜伊巴，当地时间12月15风真透，一间卖场的停车场有一座35公尺高的自由女神的复制品，因为未堪得风吹全倒去，画面显示这雕像是慢慢起过，头壳栽落全摔破去，互现场的民众拢真惊吓，加在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